各位觀眾，晚上好，歡迎收睇 HKFS 特別節目2026年生肖預測新聞報道。我係吳一言，本節目焦點會落喺今年犯太歲嘅生肖市民上面。踏入馬年，不少市民開始關注來年嘅個人運程走勢。本台整理咗多方面嘅資料，以及訪問咗有關嘅風水從業員，指出今年有3個生肖與太歲相沖、相害，又或者係相應，分別為生肖馬、鼠、牛嘅市民。喺呢方面影響嘅範圍包括情緒、工作部署、健康管理及人際關係。首先我哋嚟關注一下屬馬嘅人士。2026年屬馬嘅人士踏入咗本命年，同時亦係正犯太歲。本台觀察得到整體嘅運勢呈現住顯著嘅波動，市民需要格外注意嘅地方有三刑，表示特別要注意交通意外，也容易被金屬所傷，所以駕駛嘅時候要特別注意。而且今年亦都係是非年，容易引發小人妒忌。感情方面容易發生變化。如果今年正值24歲或者36歲屬馬嘅市民，可到各區婚姻註冊登記處登記結婚。正所謂一喜擋心災，無喜心情壞，所以應該以喜事沖喜。事業同埋財運方面，因為有吉星，喺各方面嘅影響仲係喺控制範圍之內，比較建議可以喺今年特別去進修、學習、投資於自己。以上係本台對於2026年生肖屬馬嘅人士嘅年度預測報道，多謝收睇。另外，本台亦都有流年飛星嘅節目，敬請各位觀眾期待。喜歡我們創新的運程分享方式，給我點讚分享喲。